继续来看中营海运将要举行着股东会。去年股东会纪念品是送保温随行杯，股民是排列排到长搭要领。这届股东会纪念品是送布毯啊，原来真受欢迎。不少股民是赶离的上班前来领纪念品。另外，中更是送点啊，华南金矿是送网盖碗，拢真实用。 为早生活内底摕出来的朴实布毯，全部拢是来自中营海运。这开放领股东会纪念品，不少民众拢趁上班进前先走来领。如果说天气不是很冷，应该还 OK 吧？听说露营也还蛮方便的。怎么讲呢？钱最实用的，我要什么我买什么啦。哦。你这个东西我回去不一定会用到啊。去年有领，而且很好用。我们平常就有在用那个保温杯。中营海运去年送出保温罐啊。 首先，股东会迄天排队的人是排甲乐长，今年也同款送出实用派的纪念品。我们这几天就大概领了有300多个纪念品了，每天都是大排长龙。对，然后到中午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能都还没办法用餐吃饭这样子。过去其他上市贵公司参像中港，因的纪念品民众嘛真介意，今年将会送出空困多功能白 TI 菜店组。 华南金矿是行高水风格，送史努比素数字盐瓦组，每一块碗拢有史努比的图样。杨国民众也是上爱这款的纪念品。超商的领那个现金卡，我那天就有领一张。这种，我觉得最好用的是这种啦。除了换现金，这几年来股东会的纪念品拢是行实用的路线。过去参像第年是送白 TI 便当盒啊。 中港是送雨伞，开发金是送超真空白 TI 杯啊，拢引起排队的热潮。联电嘛和出名的插画合作推出卡杯碗组，民众看重特色和实用性。严格无论纪念品是啥，也是有部分的股民认为，鼓励那是较济淡薄啊，上实在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